可以教你们用这种睫毛夹怎么夹眼头跟眼尾，就是在眼头的时候，你这样斜着，它就可以把眼头的睫毛放进去，斜着这样往里夹，一点一点的夹。就眼尾的时候，你用它最边边的这个地方去卡你的那个眼尾，就可以把眼尾所有睫毛全部都放进去，然后你这样相当于有一点点快要垂直的样子，就把它这样竖着，然后呢一点一点的这样往外夹。这样你看，眼尾的睫毛也能夹起来。当然，就是你有那个局部睫毛夹可能会更方便一点，它可能会照顾得更周到一点。但是没办法，我们的局部睫毛夹没货了。然后有很多人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夹出来的睫毛东倒西歪、乱七八糟？很正常，整个睫毛膏全部都涂完之后，你再用这种小梳子给它去梳理一下就好了。看一下侧面啊。够翘吗？